咁多位老友記，呢條片我會帶大家做肌肉嘅訓練。咁我哋會練到我哋嘅腳啦，我哋嘅胸啦，我哋嘅背脊啦，同埋我哋嘅膊頭。首先第一個動作會係椅子嘅深蹲。首先我哋揾一張凳，我哋腳貼住嗰一張凳向前行一步，然之後你隻腳微微比肩闊少少咁樣企。咁我哋呢一組動作，我哋會做15下。如果你個人覺得自己冇咁有力，或者你做到10下你就覺得好攰，咁你可以停喺10下。我哋首先會坐落去，然之後當我哋掂到張凳嘅時候，我哋就企翻起身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動作太容易嘅話，你可以未掂到張凳已經起身啦。我哋會做15下，我哋會做2次，每次之間我哋會唞2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然之後我哋會唞20秒，唞嘅時候我哋可以慢慢行下。之後我哋會做第二組，都係15下。如果你覺得太攰嘅話，當你覺得做唔到，你就可以停，然之後坐低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咁我哋就完成咗我哋第一個動作椅子深蹲啦。然之後第二個動作，我哋會練我哋嘅小腿。首先我哋要揾一埲牆，用我哋手扶住埲牆，然之後離開埲牆，一步兩步，雙腳係一齊向前指向前嘅。然之後我哋會扶住埲牆，慢慢趌高隻腳。我哋會做15下。如果你覺得太攰嘅話，你就可以做10下就休息。如果你覺得太簡單嘅話，你可以試下做20下或者單腳咁樣做。我哋而家會雙腳咁樣一齊做15下。1、2、3、4、
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做得好好啊！我哋而家休息20秒。我哋會做第二組，同樣地都係做15下。如果你覺得太難嘅話，可以做到你冇嘅時候，你就停低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實在做得太好啦！咁而家我哋會去到我哋嘅第3個動作，會練我哋嘅背肌。咁首先我哋要揾一埲牆，然之後讓我哋嘅成個我哋嘅臀大肌啦，然之後我哋嘅背肌啦，都掂住埲牆，然之後我哋隻手伸成一個直角，挨住，慢慢咁樣貼住埲牆，讓我哋嘅手踭、手背同手指都掂住埲牆，然之後慢慢咁樣向上嘅時候 keep 住手踭、手指、手背都掂住，然之後咧我哋再拉翻落嚟，落嚟嘅時候夾實個背肌。咁當你做嘅時候咧，記住手背、手指、手臂同埋手踭都掂住埲牆咁樣向上向下。我哋會做5至10下。如果你覺得好攰嘅話，你可以做到你冇力再做，然之後就停啦。我會做10下。1、2、3，上到伸直晒，然之後再落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之後我哋會休息20秒。我哋會做多次，記住隻手要成為一個直角咁樣挨住埲牆啊！1、2，記住手指、手背、手踭、手臂都掂住埲牆啊！3、4、5，盡量挺胸。6、
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下一個動作會係牆壁嘅掌上壓。首先，我哋隻腳同手都掂住埲牆，然之後慢慢隻腳離後兩步，隻手我哋會係完全向前伸直，然之後慢慢咁樣向下擺一個手位，然之後我哋會將我哋嘅挺胸，然之後將我哋嘅胸慢慢掂去埲牆度，然之後再起身。當我哋推上嚟嘅時候，盡量用我哋嘅上身，即係我哋嘅手臂同我哋嘅胸去發力。咁我哋會做10至20下，我會做15下。咁如果你覺得10下就好辛苦，你可以停喺10下。1、2、3、4，挺胸同抬頭咁樣做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然之後我哋會休息20秒。我哋再嚟一次，記住手向前伸直，然之後慢慢向下褪一個手位。1，記住挺胸抬頭。2、3、4、5，用我哋胸慢慢掂去埲牆度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我哋會練我哋嘅膊頭。首先將我哋嘅手放喺我哋腰嘅側邊，握實拳頭，慢慢向上抬，然之後兩個拳頭向前夾，夾到兩個拳頭掂到為止，再向外，然之後再落返嚟。做多一次係上，然之後入，外，然之後落。我哋會做10至20下。如果你覺得10下已經好攰，咁你就可以10下停。我就會做15下。1，越挺胸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我哋會休息20秒。
我哋最後會做多一組，都係15下，先向外，然之後向入，然之後再向外，再落返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記住挺胸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咁多位老友記，咁我哋今日嘅肌肉訓練跟練就完啦。